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新歌《征战得胜在于你》。你的心情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的神，主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胜在于你，征战的胜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胜在于你，征战的胜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
的心情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的神，主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的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你的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神的激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你的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神的激起。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进行等一下的敬拜。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起齐聚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开口敬拜，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
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我们的每一天。芥菜种的信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芥菜种的信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荣耀都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
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化所有的咒诅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向你降服，我将我的意念、计划和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给你。恳求你成为我的主，掌管我的生命。请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更新我。请打开我心灵的耳朵，让我能聆听到你的声音，并按着你的话语而行。请保守我走在你的旨意中，请帮助我调整脚步，能行在你为我预备的道路上。我要将我的软弱、局限和缺点全部都交给你。求你让你的能力在软弱的我上显得完全。恳求你住在我里面，也帮助我住在你里面。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天父您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攻读圣经。圣经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书，新约约翰福音书第21章。今天要从第15节来读到第19节。我来读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17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18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子，随意的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以上。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很高兴邀请建德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今天建德牧师所要证道的主题是：当复活的主问你爱他吗的时候，将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透过圣灵的感动与带领，让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是为了来敬拜你。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同时也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一天胜过一天，新过一天。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其实也蛮熟的啦。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画面？在海边，海边有渔船，有门徒在捕鱼，然后有耶稣与他们见了面，这是复活的耶稣。然后他们在那边，耶稣说：“你爱我吗？”问了好几次，相当有画面的一段经文到底这一段这么有画面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出现在门徒的面前。复活的耶稣到底要对这群门徒吩咐什么事情呢？复活的耶稣所吩咐的这些话，我相信不是只有对这7个门徒来跟他们说，同时也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因为耶稣如此的爱他的门徒，耶稣对他们吩咐的话，绝对是对他们有益处，绝对是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相信，复活的耶稣跟门徒吩咐的这些话，耶稣的心里一定也是要这群门徒可以跟耶稣一样，可以得着复活的新生命，可以得到从耶稣而来满满的祝福和恩典。或许当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也可以领受到这些话语里面所要告诉我们耶稣的心意的时候，相信我们也可以得到他满满的祝福。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节前半段，这样子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大概有2个意思哦。可能我们要先去注意，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在指什么呢？这些是什么东西？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画面，在海边，海边上面有一艘渔船，渔船上面有渔网，也有他们捕了鱼，很多的渔获在那上面。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在指着在海边停的那一艘船和船上的渔网渔获。这些船、渔网、渔获，它可能象征着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需要的，可能是指金钱、地位、权力。这对于我们人性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都爱金钱，我们都爱地位、权力，当然我们也爱耶稣。所以当复活的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也就是代表着金钱、地位、权力的这一个渔船、渔网、渔获的时候，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还要深吗？”天哪！真的是对人性相当大的一个考验。但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不是要彼得说：“你把这些金钱、地位、名声、权利，你把渔船什么都放弃吧。”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耶稣其实是在问彼得说：“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服侍我？你如果要服侍我的话，你可能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先放下来吧。”今天早上我们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敬拜赞美团带我们来敬拜。大家觉得他们今天在台上带我们唱的那些诗歌，是忽然之间他们就会唱的吗？应该不是吧。他们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在那边练习。当他们要花这些时间在那边练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将他们的工作、将他们的娱乐、要将他们休息的时间，都要先暂时放下。这些东西，不管是工作、时间、娱乐，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在生活当中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为了能够服侍耶稣、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放下这些东西，好好的去练习诗歌。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服侍耶稣。所以我相信在他们那时候要练习这些诗歌的时候，当他们今天早上比我们还早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爱耶稣的心，我相信是胜过世上其他的东西的。他们单单要把服侍上帝、服侍耶稣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啊！所以我相信他们爱耶稣绝对比其他的东西还要深啊。另外，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还深吗？”这些是在指什么呢？那时候有7个门徒，彼得是其中的一个。耶稣这时候在对彼得说话：“你爱我比这些还深吗？”这些可能是在指另外的6个门徒。耶稣这样子问有什么用意呢？想当初耶稣在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彼得，他在所有的门徒面前向耶稣夸下海口。什么海口？彼得说：“
就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主耶稣，我彼得，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开你。彼得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彼得啊，我彼得比其他的门徒都还要爱你呢，耶稣，我最爱你了。但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一样，他们都离开了耶稣。彼得他甚至还3次不认耶稣。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彼得在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失败。我相信人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啦。我们嘴巴可能会喊爱耶稣，我们会讲得很大声，但是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只剩下一张嘴啊。彼得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复活的耶稣，他是要带来复活新生命的主。这个时候，我相信耶稣他决定要原谅彼得，并且要给彼得一个可以重新得到新生命的机会。所以耶稣这时候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6个门徒还要更深吗？”彼得想不到耶稣给他这个机会，还能够去爱他。所以15节后半段，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耶稣听到彼得对他说“我爱你”的时候，耶稣知道爱耶稣不能只是出一张嘴而已。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吧。”耶稣要彼得用实际的行动去表明彼得爱耶稣的心。彼得他不需要，耶稣他不需要彼得去爱他，但是耶稣要彼得，如果你是爱我的，那你就去爱我的羊吧。当耶稣听到彼得对他说我爱你，然后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稀松平常，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对于我们人的想法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耶稣口中的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这些羊包括了什么东西？这些羊包括了可能是已经跟随耶稣的羊，当然它可能也包括还没有跟随耶稣的羊。在这当中更可能还包括了当初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些罗马的士兵。相信彼得啊，对当初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些罗马的士兵，一定恨他们恨到牙痒痒的。如果这时候耶稣跟他讲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我这些小羊包括那些钉我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些罗马的士兵”的时候，哎呀，彼得他有办法吗？这对彼得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呢。彼得怎么有办法去爱他们呢？彼得怎么可能对他们好呢？但是我们来看看耶稣，耶稣连钉他的人都原谅他们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对着天父上帝说：“天父上帝，你原谅这些钉我的人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选择原谅他们，赦免他们，在这当中是显明了耶稣他的爱。耶稣这时候也要来原谅彼得，对于彼得3次不认他的这件事情，耶稣也要原谅他。耶稣原谅他是因为他爱彼得，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原谅其他的人呢？当然，当耶稣对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羊”，这些羊也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
对于传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对于外邦人看他们是不洁净的。其实我们讲白一点，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只不过是将来那个地狱之火不灭的、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里面的那些材料，就是那些木材。外邦人只能成为那些木材，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他们和上帝的救恩是没有份的，他们只能成为那个被烧成灰烬的那些木材。犹太人把外邦人当作是这些东西，当作是一群废物，我想这一点也不超过。但是现在，如果耶稣要彼得去喂养他的这些小羊，这些小羊如果是包括这些外邦人，天哪！要彼得这个传统的犹太人，他要把精神体力，要把金钱、时间拿去帮助、拿去喂养这些外邦人，要去爱这些外邦人，这实在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挑战了。但是复活的主，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或许保罗，他这个传统的外邦人，在过去他有一些旧的观念、旧的想法，但是如果是一个复活的新生命，相信会跟过去那些旧的东西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复活的耶稣这时候要彼得能够用新的生命、用新的想法、新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彼得身边的这些人，这样子才是复活应该要有的样子。15节、16节、17节，复活的耶稣连续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彼得都说：“我爱你。”所以耶稣也连续3次对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羊吧。”所以耶稣说：“你去喂养我的羊。”这件事情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很重要，说3次。耶稣问了彼得说：“你爱我吗？”问了3次。当彼得回答耶稣说：“我爱你”的时候，耶稣连续3次都讲一样的东西：“你去喂养我的羊。”这件事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了3次。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非常看重的就是他的羊。这些羊刚刚说过了，不只是跟随他的羊，不只是跟随他的人，还包括没有跟随他的人，甚至是还不相信他的人。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爱我们。当他复活以后，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如果复活的耶稣，也就是这一位用生命在爱我们的耶稣，他如果也问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说：“你爱我吗？”弟兄姐妹，你们会怎么回答？大家心里面一定会在那边 OS： 牧师啊，你问我这么傻的问题有意思吗？我们怎么会不爱耶稣呢？我们今天早上都抛下所有的一切，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了，我们难道不爱你吗？牧师，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真的是有够傻的。但是如果耶稣再继续问我们说：“你爱我，好，你去喂养我的羊吧。”大家会怎么做？或许大家心里又要 OS 了：牧养耶稣的羊，这不是牧师的工作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这样想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啦。大家知道我们长老教会是在15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的所谓的新教。
那时候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信徒皆祭司。在旧约当中，祭司除了为百姓献祭之外，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牧养老百姓。所以当15世纪这些宗教改革者，他们在主张说信徒皆祭司的时候，其实也在说一件事情：所有的信徒也同时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有牧养的责任。至少在家中，我们可以牧养，我们家里面比我们小的孩子吧。我相信我们家中还有一些可能是未信主的人，未信主的家人，那我们可能也有牧养他的一个责任。耶稣说：“你去牧养我的羊吧。”这些羊可能是我们家里面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可能是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些羊可能是在路边，可能已经饿了好几天的人。是的，耶稣所说你牧养我的羊，是要我们能够用爱去服侍这些可能还没信主的人，还没跟随耶稣的人，或是他们虽然信了主，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生命当中需要的人，耶稣要我们能够用爱去服侍他们，去爱耶稣的这些羊。耶稣在这里提醒彼得，我相信也是在提醒我们当中的所有人，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是要能够去爱人，去服侍人。我们不能只有在服侍上帝，不能只是服侍耶稣，却没有服侍人。当耶稣告诉我们，而且三次的跟我们说，你去喂养我的羊的时候，是要我们去服侍人，不是服侍他。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耶稣不是要彼得去服侍他，耶稣要彼得去服侍耶稣的羊。18节、19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话，是他在说一个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彼得将来要怎样死啊？当然，在这边他也在说彼得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马太福音16章24节那边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然，十字架很沉重，耶稣知道，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你们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耶稣不要我们背他的十字架，因为他的十字架我们背不起，太沉重了。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做什么呢？跟从他。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很棒的，有一个很棒的意思。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如果我们跟随耶稣，这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保证什么呢？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跟从他。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时常在期待耶稣与我们同在吗？我们不是时常在期待上帝与我们同在吗？这个时候，你期待耶稣与你同在吗？你们期待耶稣时常与你们同在吗？如果我们期待耶稣时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好好的跟从他。这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一直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可以得到从他而来的力量、智慧，也可以从他得到他那个超越人所求所想的能力啊。跟随耶稣，除了可以得到耶稣的同在之外，也可以得到耶稣的能力，得到耶稣的保护，得到耶稣的带领，同时更可以得到上帝的尊重。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当复活的耶稣问我们爱他吗？他会要我们喂养他的羊。这个喂养耶稣的羊，爱耶稣的羊，同时也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这样子的行动要让我们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今天我们在这个圣殿当中，如果耶稣问我们说爱他吗？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说：主啊，你知道的，我爱你。耶稣可能会再继续说什么呢？你去喂养我的羊吧。也就是说，要去爱耶稣的羊，要去服侍耶稣的羊。那这只羊会是什么呢？可能是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可能是现在在家里面你们没有信主的家人。当然，这只羊也可能是在我们教会外面，现在在台南的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因为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相信今天是主所定的日子。他有他特别的心意，所以今天他要告诉我们的这只羊，可能是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以当我们愿意来爱耶稣的这只羊，台湾教会公报社，愿意去服侍这只羊，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一个爱耶稣，同时也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恭喜大家。因为我们也会和彼得一样，也会和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跟耶稣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耶稣一定会在问我们。那你去喂养我的羊吧，弟兄姐妹。当耶稣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耶稣必须要用实际的行动来显明我们爱他的心。当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显明我们爱耶稣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必尊重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如此卑微的人，但是你仍然看重我们，你依然赏赐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服侍你。我们虽然是如此的卑微，但是你却看重我们，甚至尊重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主你的教导之下，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主你的话语之中，让我们跟随你，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跟随你。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当主你再次问我们爱你吗？我们会跟你说我爱你。当你跟我们说去喂养我的羊吧，我们会跟你说我愿意。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赏赐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时候我想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爱我愿意，来回应耶稣对于我们的呼召。第一页好不好？第一页，请给我们第一页。我们坐着唱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你爱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主。让我们来跟随主，再次跟主说：我要跟随你，我愿意降服于你，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的主。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永远在爱我们的主他的怀抱中，得享他赏赐给我们丰盛又有余的福分。今天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向大家请安，同时也要感谢大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关心、代祷和奉献。虽然在近几年遭遇到许多的挑战和试炼，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关心、代祷和奉献，所以让台湾教会公报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的试炼，都还能够继续的往前来迈进。所以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这当中真的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虽然这文字传道奉献的事工是由台湾教会公报社在做，但是当大家关心、代祷，并为台湾教会公报社的需要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大家同时也参与在这个服事的事工里面。我相信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也必得着上帝的尊重。在此，
再次向大家献上12万分的谢意，让我们在未来也继续为了台湾教会公报社的需要，为他们关心、代祷和奉献。谢谢大家。感谢主，透过建德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再次提醒我们要爱主。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同工一起来直献。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很高兴今天话语堂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来介绍新朋友。一位是弟兄志文弟兄，志文弟兄，请起立，让我们认识你。志文弟兄，从台北来的，从台北来大同区。那有认识怡璇是男朋友吗？怡璇介绍志文来到当中，感谢欢迎。另外一位姐妹她是住三重，徐姐妹是哪一位？徐姐妹，燕玲燕玲姐妹，欢迎。如果比较近，三重距离这里还好，不会很远欢迎可以常来泸州教会聚会。那至于大同区这位志文弟兄，如果时间上可以，都欢迎随时来我们泸州教会聚会，欢迎！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新朋友，欢迎！那我们也来感谢今天证道的建德牧师，感谢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那这时候我来做教会的消息报告。那教会消息的部分呢，第一，今天就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刚刚牧师有提到那感谢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那台湾教会社公报社的那个主要的事工第一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第二是更新周刊，我们每周都有将更新周刊加在周报里头。那新眼光读经，这个我们每季都有发放，都会放在楼下，让大家索取。那第4的部分有少年的新眼光，那第5是甜蜜亲子报，第6是信仰书籍出版，那第7是基督教会坊，这个好像比较少听。那前5项事工就是免费索取，
福音文字宣传事工啊，那请弟兄姐妹们来关心代祷、奉献支持。那第二的部分就是今天呢，主日礼拜之后，本会财务组会举行2025年上半年度的账务检查。好，那第3点哈，就是我待会儿新人的话，我不晓得华语堂是不是有关怀组哈，就是沙发区的部分就留给新人，还有就是关怀组的人做这样子啊，让座给新人，还有招待组的来做了，这要养成习惯了哈。那第4的部分，每周3晚上8点有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能够踊跃来参加，背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那第5，会计的报告6月份的收入支出，请大家过目。那团契消息，同心团契已经举行过那个例会，刚刚在举行。那中午的部分1点会在教会1楼举行同心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关心世界国家教会聘牧事工以及肢体需要来做祷告。那第2的部分，青少年团契在8月16到17号举行属灵生活营啊，地点是在台中，有听说要去找怡娟牧师，对，很棒的活动。那对象就是青少年团契国小毕业生。那费用契友及教会的同工是每人800元，那眷属会友是1600，报名就到27号，好，那额满截止。那报名请洽红宇好像在楼下，刚刚有来带敬拜。那第3就是上周6跟日，教会有举办暑期的儿童营哈，那总共有37名的学童参加，老师、同工和青少契，每天大约有21人哈来协助传达神的话语，传播种子给泸州社区的孩童们啊，感谢主让活动都能够圆满顺利的落幕。那肢体的部分，那再请弟兄姐妹们来为着聘牧事工啦，或者为着教会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这就是爱主爱人的行动哈。那这时候我们来唱散会诗，回应是刚刚牧师已经带过了哈。来，散会诗是因你与我同行的，请大家起立来唱。那唱完之后，请建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能刚强。经风暴过黑夜，不见末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和华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和祝福，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